因为宝林地质的案件，在大部分的病例拢有食到这项茶粿啊，所以桃园市卫生局已经有针对和宝林地质共一个供应商的粿仔条产品，拢总有风险落价停卖。今仔日因也要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后续的稽查，也有相关措施。点力人客今晚米干一喙算一喙伫咧食，验过宝林地质的案件，伫死者遗体内面验出毒性正强的米克菌酸了。芝麻、客家的粿仔条、越南的河粉，还有龙岗第一位米干等米制品也受影响。有业者讲生理受影响，也有有人讲未担心。未担心，他们这边的米干几乎都是现做的，他70年开幕就吃到现在。如果有问题，早就有问题。最近吃这个板条啊、河粉的点餐的，你们比较少一点。有。针对这边宝林地质的案件，桃园市卫生局讲已经启动源头查缉、餐厅查缉、监测通报，还有专家会议4大程序来守护市民的安全。其中餐厅的部分，伫咧卖相关产品的餐饮业者有207间，其中12间业者因的粿仔条产品加宝林地质是同款新北市大板城供应商，拢先下架。餐厅部分找出与宝林茶室使用同一供应商的果条类产品业者共12家，实地访查后，已要求业者下架有疑虑的果条类产品。台湾第一遍发生正罕见的米克菌酸，受到米克菌酸污染的食材，无论对外形、气味加口感，拢看袂出也食袂出来，就算是煮过也无法度去除。卫生局提醒业者爱加强自主管理，确保产品的品质，还有食材储存的温度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